好在在这民众拢是安全的。另外看到真严重的所在，就是台北市的文山区，因为这几日一直落大雨，这山峦啊甘水拢足饱。文山区的景兴路、景华街附近的山峦崩山了，崩落来土石啊，将民众因兜啊窗门全部拢弄破了。 山壁是光光光，树啊嘛拢歪过起错，大量的土石牵入面体，走开玻璃袂堪要冲击，是拢总碎去。 大量的土山、佮叶啊、佮石头、佮窗外景象拢总炸掉，走开土骹拢是沙土，密密麻麻，好住好是真无奈。这是台北市文山区的景兴路，受到连续大雨的影响，山坡的土水伤济，袂堪要地动，就拢总出落来。啊，若受到土石流冲击的，讲毋哪只。昨暗时，共款伫咧文山区的景华街嘛发生崩落，大量的树啊、佮土水拢总出落来，社区赶紧有黄色的封锁线，就惊发生重大灾情。到今仔日早起7点，拢总摕25户。 拢总43个人。我们就请区公所安排他们的一些旅馆呐，或者说就到亲朋好友家去居住。啊，若讲到这几天的大雨、住户，原来心惊惊。噼里啪啦，倾盆大雨，完全就没有见停的时候，对，很恐怖。而且我们这几天下的也是蛮密集，第一次听到这样子。 唔那警消出动，紧急撤离居民，就连国军嘛进驻社区。一透早，政府相关单位嘛高度关心，就连副市长李树川嘛亲身拜访。原则上，在结构上，初步看应该是还安全。那留下来大概都是表土，那当然这个表土下来还有几棵树，大概从上面冲刷下来。 整个坡地很泥泞，那个工班啊，或者是我们机械是没办法上去的，我们只能等这一次雨停了以后来做那个后续的一个处置。那目前我们会先做紧急的处理，把排水有效的引导到安全的地方。受到东北季风甲低气压的影响，台北的雨是落袂停，嘛提醒山区附近的民众就要提高警觉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